以下是2026年3月27日星期五香港新聞重點摘要，主要來自本地媒體報道。截至當日晚間，突發事故與交通，東鐵線嚴重受阻。下午約4時52分，東鐵線九龍塘站至大圍站附近有人進入路軌範圍，一列由九龍塘開往大圍的列車車尾駕駛室緊急出口斜道被打開，涉事男子在隧道內觸電受重傷，已被救出送院。旺角東至大圍站服務一度暫停約3小時，影響大批下班乘客。晚上服務逐步恢復。港鐵、警方及消防到場處理。2424其他交通意外，沙田小瀝源路發生3車相撞，至少8人受傷。長沙灣荔枝角道有7人車疑失控轉彎鏟上石壆，司機無大礙。屯門有車撞貨車，2人受傷。大埔宏福苑火災後續，政府下午舉行記者會，公布宏福苑火災去年11月發生，受影響7座大廈不包括宏置各居民上樓執拾個人物品的安排。居民將於4月20日至5月4日期間分時段返回單位收拾物品。政府已推出專題網站，提供長期房屋安排詳情。相關獨立調查委員會繼續舉行聽證會，居民繼續作供。3928BB 治安與執法。尖沙咀掃黃行動，警方與入境處突擊一幢大廈，拘捕128人，包括未成年人士及跨性別者，涉賣淫活動。深水埗持刀案，昨晚26日一名38歲男子在鴨寮街持生果刀遊蕩，途人未有即時反應，警方接報後拘捕他，控以藏有攻擊性武器。長沙灣港鐵站有女生懷疑被偷拍，多人合力制服疑犯。經濟與民生，港股表現，創新藥及鋰電股持續走高，受北水支持，普馬特等 IPO 市場升溫。電費與物價，港燈4月燃料調整費下調至每度30.4仙，但因中東局勢推高油價，預料年中可能大幅上升。業界估計廁紙零售價短期內或加約1成，糧油罐頭來貨價亦可能升5%至10%。樓市，發展商繼續推盤測試市場，今年至今新盤銷售量按年增加。其他本地新聞，新皇崗口岸大樓基本完工，正安裝設施，開通時間表待兩地商討。港鐵公司宣布第2年維持車費不變。有報道指香港國際機場及邊境執法相關新措施，涉及手機解鎖等安全要求，引起關注。國際斜線區域背景影響，中東局勢持續，伊朗相關衝突令油價高企，對香港運輸及日常生活用品成本構成壓力。北京官員訪大灣區城市，探討融入香港的合作。整體而言，今天香港新聞以東鐵線突發事故及宏福苑居民安排為主，交通及民生議題佔重要位置。天氣方面，部分時間有雨。氣溫約攝氏24至26度。